五福星時代最後一位少將嘅歸宿，捱過大半年波折之後，終於隨住金門海域嘅浪花歸於平靜。本刊收到獨家消息，馮淬帆生前交託嘅胡將軍和平公益促進會已經喺6月21日低調完成海葬儀式，會長胡敏珍更首度開腔，披露馮淬帆臨終前錄低海葬聲明嘅秘聞，以及佢外甥喺辦理後事期間突然離世嘅遺憾。呢場被坊間誤傳骨灰冇人認領嘅鬧劇，背後竟然藏住一份跨越生死嘅江湖託付。自舊年10月31日馮淬帆因為肺炎引發器官衰竭喺台北榮總過身之後，關於佢身後事嘅傳聞就未停過。由於呢位縱橫影視圈半世紀嘅香港少將，晚年深居台灣新北淡水，終身未婚亦冇仔女，靈堂設喺台北市第一殯儀館嗰陣，只係見佢住喺香港嘅外甥陳先生四圍奔走打點。當時傳媒影到陳先生拎住舅父遺照嗰陣雙眼通紅，儀式結束之後就匆匆返咗香港，冇隨行見證火化，於是引起骨灰冇人接管嘅取測。本刊調查發現，馮淬帆生前一早立咗3不遺囑，唔立碑，唔設靈，唔辦追思會，唯一要求就係將骨灰撒向金門海域。不過台灣殯葬管理條例規定，海葬要同環保部門提交包括死者戶籍謄本、死亡證明、火化許可證等7類文件，而且喺指定海域坐標範圍內進行。胡敏珍接受本刊專訪嗰陣嘆咗口氣話，淬帆哥走得好急，外甥又係香港人，淨係補文件就來回走咗3趟。我哋手上有佢親筆簽名嘅委託書，但公家機關認嘅係死亡證明上嘅繼承人簽名。外甥離開台灣之後，文件一度卡住。去到今年5月，促進會收到環保署核准函，原定6月19日出海，點知嗰日海象唔好，延到21日天光嘅時候。胡敏珍出事當日相片，見到一架白色漁船由金門水頭碼頭啟航，航行大約40分鐘到大嶝島外海，船上設咗簡易香案，用素果清茶拜祭之後，由胡敏珍親手將骨灰壇入面嘅粉末倒入海中。佢生前最憎繁文縟節，我哋連念經都控制喺15分鐘以內，只求等佢順住洋流返香港老家。胡敏珍補充話，骨灰特別溝埋白色百合花瓣，佢講過中意百合嘅香氣，後生嗰陣喺邵氏片場成日買一束插喺化妝間。馮淬帆外甥嘅猝逝，成為呢場海葬風波入面另一道沉重嘅注腳。本刊追查發現，陳先生返港之後唔夠半年，竟然因為突發性心肌梗塞喺4月過身，享年54歲。胡敏珍透露，陳先生過身前3日仲曾經打電話確認海葬進度。佢話舅父報夢俾佢，夢見自己坐喺海邊等船，催佢快啲辦好手續。點知呢通電話竟然成為訣別。胡敏珍講到有啲哽咽，我收到噩耗嗰陣，正在執淬帆哥嘅遺物，發現佢抽屜入面有張外甥5歲嗰陣嘅合照，背面寫住志強，陳先生本名係我嘅半子。陳先生嘅突然離世，意外牽出馮淬帆在台遺產嘅分配問題。據悉，馮淬帆晚年靠五福星系列重播版權費同台灣中視退休金為生，名下淡水物業市值約新台幣2000萬元。按台灣文法，應該由佢4位家姐繼承，不過其中2位家姐都已經過身，繼承關係好複雜。陳先生生前曾經委託律師處理舅父嘅稅務清繳，家陣突然走咗，搞到部分文件未能交接。胡敏珍強調，促進會淨係負責骨灰處置，嗰啲錢銀事我哋絕對唔會掂。但聽講佢4家姐嘅孫女正由美國趕返來辦繼承，希望唔好搞出爭產官司，等淬帆哥走得安樂。馮淬帆執意魂歸金門海域，喺行內一早唔係秘密。同佢相交40年嘅資深製作人黃偉忠曾經透露，
馮翠帆每逢農曆7月必定自己飛去金門，住喺水頭碼頭隔籬嘅老民宿，清晨就租船出海釣魚。佢話嗰度離大陸最近，聽得到對岸嘅雞鳴狗吠。本刊取得促進會內部檔案，發現馮翠帆由2010年開始就以榮譽義工身份參與該會舉辦嘅兩岸和平祈福法會，每年都捐款資助金門當地清寒學生，但嚴令唔准對外張揚。胡敏珍出示一段2018年拍攝嘅影片，畫面入面馮翠帆着住促進會背心，喺鳥螺灣海灘執垃圾，忽然指住海面笑住話：將來我就在呢度定居，仲平過住淡水，唔使交管理費。當時大家只當講笑，點知佢竟然認真交託。更加令人動容嘅係，馮翠帆喺2021年因為心臟裝支架之後，特登錄咗一段5分鐘嘅海葬聲明影片。片中佢着住招牌格子恤衫，斬釘截鐵咁話：我馮翠帆一生演戲呃人，死後唔可以再呃神佛，唔要牌位，唔要祭品，殺完骨灰大家去食碗滷肉飯就得啦。馮翠帆海葬消息傳開之後，昔日5福星戰友反應各有不同。洪金寶透過助手話，佢後生嗰陣最怕嘈，拍戲空檔總係捐入化妝間睇書，晚年揀咗獨居，我哋都有心理準備。而曾經同佢合作精裝追女仔嘅王晶就喺社交平台發文：馮翠帆教識我，笑匠嘅孤獨係最高級嘅喜劇。相對地，曾經傳過不和嘅吳耀漢已故個仔吳家龍就透露，爸爸生前講過，翠帆叔係最識享受孤獨嘅人。佢喺淡水種蘭花、練書法，日子比任何人都充實。台灣綜藝教父王偉忠更加爆料，馮翠帆晚年曾經婉拒金馬獎終身成就獎提名。佢話攞嗰個獎就好似逼佢着壽衣，佢寧願喺淡水河邊睇夕陽。呢份倔強性格對照佢選擇海葬嘅決絕，就好似佢飾演嘅犀牛皮一角，外表粗獷不羈，內裏卻有精密嘅人生計算。針對骨灰撒海可能引發環保疑慮，本刊向行政院環保署查詢獲得回覆。金門海域海葬要符合離岸3000公尺以上、水深20公尺以上嘅規範，而且骨灰要研磨到粒徑細過0.5毫米。胡敏珍強調促進會全程跟足規定，更將馮翠帆骨灰送去合格工廠加工。翠帆哥生前最憎破壞環境，佢嘅遺言仲話如果污染到魚蝦，佢做鬼都唔會放過自己。不過坊間仍然有民俗專家質疑，未嫁娶嘅人海葬恐怕會變成孤魂野鬼。對此胡敏珍嗤之以鼻，翠帆哥連遺囑都錄影存證。佢話活着都唔怕單身，死咗仲使怕乜嘢單身鬼？佢更加透露，促進會喺今年農曆7月15喺金門海域舉行聯合普渡法會，將馮翠帆同其他無名屍骨並列超度。呢個係佢生前參與過嘅儀式。佢講過呢啲叫做眾生平等。隨住海葬落幕，馮翠帆嘅人生劇本終於寫下終章。呢位由粵劇世家走出嘅笑匠，經歷香港影視黃金年代，卻喺花甲之年之後揀咗退隱台灣，用20年光陰將自己活成一道謎題。胡敏珍喺訪問最後轉述馮翠帆遺言，佢話佢呢世人演過太多人哋嘅故事，最後呢出戲要自己做導演。金門海域嘅潮聲依舊，只係從此每道浪花入面都藏住一位香港老戲骨嘅固執同溫柔。至於嗰卷神秘嘅海葬聲明影片，胡敏珍話會擇日公開，等大家睇下咩嘢叫做真正嘅視死如歸。